无爱嘅铁马是得改操作环保省能源的东西，加上莫大发电，也算直接加价天哦。新做嘅南浦村提沙期高长度，用废塑类嘅铁马加上过胶机，打造出嚟个简单嘅环保价天，插天路用嘅得。虽然唔係講過時呢個人使用過生活嘅方式，喺農村推廣綠色能源。沙期規劃嘅有程度，有過簡單路了解到嘅環境考察。結合北南浦村嘅農村景觀，含個豐富嘅水準資源，變做新竹少數由居民自家來推動，同時得到環保署認證嘅環境教育場所。對。採的目的就是讓它的水果打細一點。不夠快，加油！不夠快，大家不變白。唔過，就係其私人茶天天，讓我想到一群人來看咯，還有人算時間。詳細看，原來茶嘅固體啲解封，加咗一隻打果汁水嘅機器，私人茶一撻，茶裏呢一轉，果汁水機就可以是停頭，卻唔是插天打出來嘅果汁水，而是強用又香又甜。好來，好喝喝。腳踏車踩的是很有經驗，但是沒有還可以打果汁的經驗，這樣。自己這樣用腳踩打果汁的，喝起來感覺怎麼樣？覺得很好玩，又特別香甜。然後會加輪軸啊，用輪軸，連上去，連那個一直會轉嘛的，一直會轉嘛哈，一直都會打果汁。丫頭上呢果汁水機，原理都簡單，啲後杯茶裏呢同果汁水機之間加按呢些甜茶就做出來嘅。從佢啲新竹南浦村推動環境教育嘅強心器，有民眾不卡曬睇嘅果汁水機同私人茶，為帶動採體居民來了解綠色能源嘅概念。環保村也環境生態嘅，應該嘅環境。所以我哋各種嘅實施，冇是發動是張目標，南部有種生態嘅環境。所以能夠表現出生態嘅環境嘅一種嘅實施，我哋全部上島嘅時候拿來利用。所以你喺腳踏車，你喺前少年用嘛係冇用到嘅腳踏車，喺果汁機廢鐵嚟，下邊又可以結合起來，繼續本機轉做得按照用水唔是用到天。是做得本去打果汁，你也係按照東西是來設計出來，主要係推廣一啲嘅用水能源生態啦嚇。而家是講本源運通啦，嗰種打果汁啊嚇，睇本果汁機就天啊喲，今日冇用天的呀，所以人力踏下去後嚟出用嚟市場茶，吃下去，哦，利用嚟個這種減碳的啦。每種啊，係嘛？所以我講大家只要按曉得，我唔嚟當東西變大家佢哋永遠嚟參觀嚟了嗬，當好啊。條擺前冷，見來見冇按冷，見來見熱，那個熱字呢，按照提起來暖化。大上熱咧，沙期教室強心期嘅規劃目強用嘅主題，生活咧帶動居民認識人同環境嘅關係，對教育嘅推行嘅機，還結合聲音。用物卡接上看得到嘅材料，做出簡單做事嘅咖喱貨，本日條super棒嘅感受到一條能嘅威力。我哋要隻主題按照地球暖化嘛嚇，見到地球見到幾熱，我哋台灣大家是地頭擺冷天氣好冷，你也冇按冷是見到幾熱嘛。這個熱嘅原因係空氣污染嘅關係，所以我哋假如講某種都按多係天。那啲是空氣是因為按污染嘛，所以個熱頭係一點好嘅能源，所以係講用熱頭為溫度來煮東西嘅時間，該是唔是用到天的嘛嗬，又唔是用燒燒，所以為實，而家要大家出面來做一隻咁嘅東西啊。南浦沙期人當然來推動有限農業，相對移動民眾喜歡講沙期很有特色，希望結合總條度，將嘅和田景觀同保存到以後嘅水準來做環境教育嘅議題，還重新啟用嘅一隻日本屬嘅超氣候嘅水力發電機。
现在有1公尺发的水查等等准计的水警力，带通小型发电机。发电虽然唔拉供应家庭的需要，不过当年你也不然省下2万人元的电了，咪系南部沙区的特色景观。我話長代也要水咧做水車咧，比如發電啊，那電火啊做嘅啦，啲想啊，自家就係研究啊，做嘢能有人做出來哦。啲做全多種方式啦，偷偷是用㗎，唔係用齒輪啊，齒輪一隻大一隻細，按緊轉不嘅轉縮，還有做唔得，齒輪呢度嚟唔樣，要拿嚟做啊，死嘅話。做個搖籃嚟樣，按部門就轉個用皮帶嚟樣啦。因為我轉送你嘛原因啊，偷拍個發電機哈，1分鐘我轉要1200咋。今年個發電機做全好，1分鐘就8人轉做得。那事實上，因為我學理工的，我當時是非常打疑問的，因為我覺得這樣的速度，那這樣的衝量，它怎麼可以發電？那後來他在真正在執行過程當中，我才發現原來它的水並不是它需要的水並不是很多，它衝擊的力量也在整個水車的邊緣。那我們以力矩來講，它是很容易就把水車帶動。那一帶動，再加上它帶動的那個傳動軸，它把裡面傳動到變成一個變速齒輪，那它就可以把一圈的水車的走一圈，裡面的它發電的那個齒輪可以走5圈。哦，這樣子用這樣的一個變速。會發覺，竟然它真的是發出電出來。是喺有1530年的南埔村，等等經濟發展也下存到500人殺，多到嘅人口老化、農田休耕嘅問題。沙期希望發展生態農村復耕農地，希望人客來到南埔出嚟翕相、觀光，行卡做啲詳細來感受在地人對土地嘅情感。南埔沙區上來做生態社區，也種係目標。不咩講啊？你自家做到就做得，喺度推廣出去。所以我哋沙區呢是要係種按照環境教育創造嘅認證。你睇因為法律嘛，環境教育嘅法律，所以我哋用啲法律規定創造嘅是認證嘛。所以我哋要做認證嘅工作，就希望用背嘅人到來我哋沙區。我哋用啲都方式本地了去體驗，係希望講更多嘅人來用啲種嘅方式來節省啲嘅能源。老沙區共享空間準作教室，南埔沙區規劃包含水利發展、無田文化也條學習主題，變作新竹小書設計傳統嘅環境教育創作，還通過環保署認證，能將比傳統嘅農村尋到天味，為本行業台看到農村嘅願景。